在2025年新的一年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扎西节嘞！那个什么，看上那个这个节目出名专人吧，都上也是你点上的你，比如你过年啊，如果啥人弄的，那么什么都是不给动，先把啷个感谢节了。我来自甘肃的甘肃，我叫小拉。祝大家元旦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请大家多多关注我，谢谢大家。对，后面是乐商，这乐商穿正装的，传统团队的，这个雍正也算是吧，也算相对于正装那种，是团队队服那种。其实队服应该是乐商那种，颜色是米白色的那种。哎，哦，他们在后面哦，曲张错、小拉姆还有大旗，他们3个在后面，没在前面。不一定是前面是高人啊，前面是每个人都要领我，一人1天吧。今天是元旦节，Happy New Year。今天早上我把那个时代广场那边那个画面保存下来了，应该纽约时代广场那个迎新嘛，水晶球降落那个迎接新年那个，人好多啊那边。然后昨天晚上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那边烟花表演嘛，跨年嘛。然后晚上台北的101那边也是跨年，那个烟火，放烟火那个。跨年只有8分钟左右吧，正常好像应该101那边好像只持续了8分钟左右，然后维多利亚港那边是12分钟左右。哎，他们3个还越走越远了呢，3个小朋友。现在提前2分钟。提前2分钟左右，3分钟左右吧。现在温度在11度左右，今天最多是17度。
走过人家。啊？家的走一下。哎，去做3-4年左右。那少就回来了。啊？就少就回来。哎，就不就有一年可能还是回来几次吧，1-2次吧，会。这是原地杀马字。这个歌有几天没跳了，前跳了。这个歌出名应该是国际卓玛，这很老的那个歌曲。国际卓玛和曲奇他们跳的特别好。他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在全班的女生和男生全部都在跳那个比较火。我们整个班上应该4-5个人吧，同时在跳那个，热到都不得了，教室里面都跳那个原地杀马字。苏拉今天打扮有点那个。苏拉18岁，永远18岁哦。
是说保安了。好了，诶，这个是阿布的吧？假眼镜儿，戴个假的眼镜，肚子都没有。
快起来了。丽丽刚刚来。这儿来两个。插旗取真，丽丽。
左人拉木，这个刷单错，白衣服是左人拉木，前面是扎西曲针，这前面是豆儿，后来是头上曲针，头上曲针前面是欧木。拉错应该没来哟，他应该在布置那个生日宴会的那个。这男生来团队来的比较少。至于洛桑、根子、红修，然后嫩卡、3人多去，其他还没来嘞，来吴京了嘛。金不需要跑球，来吃。这个人去哪看？啊，这个好多人看。这边少一点点，有几千人。这边多一些，一般都老观众。
那大什么准备说的哟哟，我们那边准备很紧张哟。扎一哟，莫拉萨，扎一不多拉多哟。大小准备扎一个哟，面中草木扎一用个哟，扎了一点扎一个中中哟。 trái hi có cho bên trong có một trái hi có cho là khi biết trái hi có cho em là sẽ biết trái hi có cho trái hi cho một năm sau trái hi có cho là cho trái hi có cho là cho 倒是在半路还是回到家，我至少要充4张。充一会儿让他回去对，成都去了。看频道有介绍。 没事，自己拿吧，上去，往那掉。他们前面在这几个需要做28在前面的。看不到我伤心上了茶哟，伤心上了茶哟。
哟，说上个就是这哟，有了人么上了一个就哟，说上了有个就哟。咱不中国上西上了加油，上西上了加油。 让手这是三个就是对，这三个就是对。人的脸目上来一个就，说上来有个就。那就中国上西上了加油，说上西上了加油。 江山干了三个就上去哟，说三个就上去哟。我们来么上了一个就哟，说上了有个就哟。中国中国上西上了加油，说上西上了加油。 这把那把三个就是对哟，说三个就是对哟。这里的树上了一个就哟，说上了有个就哟，说上了有个就哟，说上了有个就哟。 这罗科国庄一共有40多句，它在一期应该在13分多，现在14分钟，每一首应该在3分钟到10分钟之间。它是那个罗霍县的罗霍国庄，罗霍县就像那个金川县的那个金川国庄一样，他们当地人都跳这一种。
当地的嘛，肯定跳当地的金山广场。金山广场完整版应该是45分钟左右，就是跳完的话，应该在就是1个小时，差不多吧。休息一下就是不能休息1个小时，就是它有8段嘛。我做过程是4段。其实以前星期3要跳这个金刚舞，金刚舞应该跳将近15分钟左右。那有些地方是不让跳金刚舞，藏区里面有些地方是不让跳，但这边是没有，因为这边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个习惯，以前每个星期3都要跳金刚舞。金刚舞这个是每个小朋友，每个从小到大，每个人都能跳，就像唱国歌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所有人都会。这金刚舞那个舞蹈有点长，还有时间历史比较悠久，17万年历史，300多年吧。让我们一起跳过妆。哎，那里带哈达了，小鸡秀麦吉刚刚带了哈达。就是卓然茶舞，卓然茶舞，这2分多钟。新的有点也将就吧，这跳的有点久了，老歌了。对，就是这个有点长记的那个，每天都要送。丽丽也有，丽丽也带来一个。这个小朋友快。
进来往里，张起把手一看海景，解决那房子弄烂的，解嘛就帮助忙外地，对我的经济来往里，他先把手一看，解决那房子弄烂的，解嘛就是帮助忙外地，对我做心给说你往里。心给说你话的。热对不对哦？热得很呐，这不休息会儿嘛？跳热就休息会儿噻。倒，退。
呀，把多有钱路呀，小个路哟，个这个地的哟呀，老爸爸这个哟呀，这那你路就离不开过的呀，那是我，这那你路就离不开过的呀。好像是吧？国外好像墨尔本那边有跳火葬的，澳大那边也有跳火葬的吧？哪国家？啊？哪国家？澳洲，澳大那边也有。澳洲应该有。这三王，老三王，785。
还有一曲吧。这个是转圈圈，这是格式网。9.6，新歌应该是。吉祥月树啊！这都到了呀！哪个？他们不过那个，只有我们汉族过那个元旦。其实不存在他们365天，只要不下雨，每天都会跳。家家
之旅。啊，不会那个，三两多鸡。还有一首。要是跳完舞，啥都不知道，有可能吧，不存在。
江西口的卡萨里呀，这一条不是刚见中的熊猫的呀，呀的家那是咱的养给看清楚呀。OK， 拜拜喽，结束喽。可以。我不打麻将，你不打。